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9号。这一期啊，咱们再聊一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看一看啊，这个停火谈判到底谈了些什么？这个所谓的啊叫双普会谈呢？昨天啊，我做这个俄乌节目的时候，双普会谈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结束，所以具体情况也不知道啊。今天啊，我看这个媒体已经放出消息啊，已经做了报道，所以我对这个双普会谈啊来谈一谈。这个在会谈之前啊，首先啊，这个特朗普啊，他们的团队就开始造势。他的造势啊，更多的是给乌克兰施压，暗示乌克兰要领土换和平，对吧？不是美国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就是美国要把这个奥德萨港割让给这个俄罗斯，甚至啊，什么也是乌东4个州的财产，资产怎么分配，扎波罗热核电站，争取给乌克兰留下等等啊，就是这种实际上都是在给乌克兰施压。双普会谈之前啊，基本上没有看到特朗普以及他的团队对普京啊，对俄罗斯采取什么强硬措施，基本上就是一个哄，说哄啊都是比较客气的啊，基本上就是一跪地啊求饶的一个姿态。对这个乌克兰对泽连斯基是打压。那么俄罗斯方面呢，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啊。俄罗斯方面的普京啊，那这个时候他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他明明啊他是急于停火，但是现在他不着急了，因为有神队友啊，对吧？这个特朗普的助攻，他反而变得觉得这个叫停火是囊中之物，他想停就停，他觉得对他这个还有利的时候，他就要战斗，接着打。我在有一期节目说了啊，这个俄乌双方玩的就是谁瞪眼，对吧？谁眨眼谁输的游戏，你先眨眼，那你就输了。这个对吧？你乌克兰和美国先达成停火协议，同意停火，那主动权就在俄罗斯手上。有一个细节啊，就说明这个普京的这个心态。普京这个人呢，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双普会谈之前，大概1个小时吧，当地时间3月18号16时左右，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出席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这个主持人呢，拍马屁啊，提醒这个普京说，按照这个佩斯科夫和记者说的，您啊现在马上就要与特朗普通话了。结果那个普京一笑啊，说啊别听佩斯科夫的，意思是佩斯科夫的工作就那样。然后啊，我也不知道这个特朗普还等多久。这个不管他什么意思啊，他至少说明，你看本来双普通话是最重要的，这大家能理解吧？一般的领导人一定要做准备，对吧？怎么样跟特朗普斗智斗勇，怎么样这个唇枪舌剑，怎么样争取利益，那肯定是很紧张的。但是你看，就在与特朗普通话之前，普京表现出来这种闲庭信步啊，对吧？这种主重若轻啊，风趣幽默啊，根本就没有把双普会谈当什么重要的事情啊，甚至啊还有让特朗普再等一等的意思，就是特朗普在那边举着电话呀等着呢啊，这个大家想起来了吧？这个符合普京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形象和人设啊。2022年2月24号之前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那时候俄罗斯还是第2大军事强国，普京去哪儿都是别的国家领导人元首等普京啊，多的要等10来分钟啊，等的那些国家领导人在那在记者的镜头前来回直搓手啊，直转圈啊，这是啊公认的啊，这是场景经常出现，都是必须等普大帝。但是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3年以后啊，普大帝去哪儿都是等别人，对吧？埃尔多安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让普大帝等了他几分钟，还有这个什么阿塞拜疆吧，总之啊，就是这个完全掉个了。普大帝去哪儿都是等别人，我们可以理解成普大帝啊压在心头3年的这种委屈，这种叫什么憋屈啊，这回一把在特朗普身上发泄了，对吧？让你美国总统等我不着急。所以你看，就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双普会之前，普京向外界展示的是游刃有余啊，是你求我。所以我以前就说了啊，特朗普跟普京斗啊，特朗普还嫩，属于幼儿园级别，被普京一定会耍着团团转。所以从这些这个表现来看啊，也就是从双普会谈之前的这些表现来看，特朗普就不可能占上风，只会啊跪地求饶啊。这个普京的话，大家可以看视频啊。И учитывая, что, судя по заявлениям Дмитрия Сергеевича Пескова, у вас разговор должен до 18 часов состояться с Дональдом Трампом. Не знаю, насколько он... Работа такая.
那么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呢，也非常有意思，双方的表态还不太一样。俄罗斯方面说啊，双普会谈进行了2个半小时，但是白宫方面说啊，只进行了1个半小时。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差距1个小时啊，到底是统计方法不一样呢，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总之啊，无论是1个半小时还是2个半小时，这个双普会谈都是啊，俄美领导人这个通话时间最长的。这个通话一结束啊，无论是达成了什么样的成果，这个特朗普团队啊，那就是一顿猛夸。你看夸的都是肉麻啊，大家听一听啊。这个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啊，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谈及双普会谈啊，表示啊，周日将在吉达举行谈判，以讨论特朗普与普京达成协议的细节。说这是2位伟大领袖为了人类福祉的联合，2位伟大领袖啊，这个已经啊没有一点点道义正义，把一个刽子手啊称之为伟大领袖，把一个侵略者说成伟大领袖，这个丝毫没有任何违和感。也就是说，注定了啊，这个谈判是一定是以出卖乌克兰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不指望你骂这个普京啊，谴责普京，但是你也没必要这么捧臭脚，歌颂普京。普京是伟大领袖，为了人类福祉。说美国期待乌克兰支持特朗普和普京在谈判中达成的协议。反过来啊，也开始给乌克兰施压了。你给人感觉是啊，普京是主子，已经啊指示了特朗普啊，特朗普从那个普京那儿得到指示，皇军让我给你捎个话，就这意思啊，投降皆有好处，交枪不杀。说关于俄乌停火协议的草案涵盖了对整个基础设施的打击，而不仅仅是能源设施。我特别想表扬普京总统，他今天在这次通话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推动他的国家走向最终的和平协议。你看啊，还要表扬刽子手，刽子手啊，枪口抬高了1寸，他还表扬他，因为停止轰炸乌克兰的能源设施。然后这个斯特科夫啊，维特科夫也说啊，他说我必须说啊，我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特朗普总统，他选择了以实力换和平。没看出怎么以实力换和平啊，以下跪换和平倒是真的。他理解没有其他选择，真正持久的和平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后面继续肉麻的吹捧啊，说总统的说服力是无可比拟的，他是天生的领导者。今天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啊，本来可以出卖给俄罗斯更多的，但是他没有出卖那么多，所以啊，这个总统的说服力是无可比拟的，天生的领导者。我见过他是如何行动，我对他非常了解，我认识他30年了，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这个马屁拍的啊，你可以说不能叫肉麻，就前无古者后无来人。也就是说啊，即便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最疯狂的印度，那个拍的马屁也没有维特科夫拍的狠啊，咱们只有对吧剁手。他说啊，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这个啊，要论起搞文革啊，那美国人估计也一定是波澜壮阔啊，会更没有底线。你看看那个特朗普身边的这些人，这个 CNN 的著名主持人呢，他在那个上周末的节目中说啊，他说美国正经历一场文革。说实话啊，印度的文革啊，它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但是美国发动的这个文革啊，至少目前看，那赤裸裸的就是阿谀奉承，就是对权力的跪拜，对吧？你看那个万斯、马斯克，还有这个卢比奥，还有这个特使，那吹捧的肉麻程度不忍直视啊。我们看看这个特朗普本人他是怎么说的。特朗普说啊，他说今天啊，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非常愉快和富有成果的通话，我们同意立即在所有能源和基础设施上停火，并理解我们将迅速实现完全停火，并最终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这场非常可怕的战争。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开始。双方讨论了和平协议的许多内容，包括数千名士兵被杀的事实。普京总统和泽连斯基总统都希望看到它结束。这一进程现在已全面生效。我们希望为了人类的利益完成这项工作。这特朗普一如既往的啊，就无论他谈什么，再敲打一下这个拜登啊，对吧？一切都是拜登的错。这是他在他的那个社交平台叫真实社交网站发的这个贴文啊。然后这个特朗普啊，他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的时候，主持人就问他说，普京啊没有同意停火30天。结果啊，这个特朗普怎么辩解啊？他说啊，俄罗斯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包围了约2500名乌克兰军人，说俄罗斯拥有优势啊，他们啊就是乌军军人啊，在紧密的包围圈里，这很糟糕。我们希望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强调称啊，刚如普京的通话中未提出
停止援助乌克兰问题。特朗普在回答俄罗斯领导人是否要求华盛顿停止援助基辅的问题时指出，没有，他没有要求，我们根本没有谈援助问题，我们谈论许多问题，但未讨论过援助。这个特朗普的话靠不靠谱呢？我想啊，他前面说库尔斯克有大量的乌军被包围啊，今天跟这个福克斯新闻台又说啊，是2500名乌军被包围。按照特朗普这说话一贯不靠谱啊，对吧？这个美国啊给乌克兰的援助明明不到1000亿美金，特朗普深深要说成3500亿美金，你就知道特朗普至少是非常夸大。乌克兰方面，对吧，一直否认有乌军被俄军包围。俄罗斯方面说的话能可信吗？这个普京啊多次在这个世界领导人峰会上面，就是金砖国家峰会啊，当着那么多世界领导人的面说库尔斯克有1万名乌军啊，先说库尔斯克有几千名乌军被围啊，后来又说乌东有1万名乌军被围啊。最可悲的是这些乌军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事情过去了这个大半年了，怎么到现在一个战俘都没见到呢？既然对吧，又是几千名乌军被围，又是1万名乌军被围，为什么这一次达成的停火协议里面交换战俘只有175名，还包括重伤员25？那就是手头没得换嘛。如果手头有的换，那肯定是拿出来换了。所以说啊，这个特朗普和普京两个人唱双簧，一唱一和，无非就是想给特朗普多戴一些高帽子，哎，双方互相给面子，实际上都是虚假的。特朗普造这个谣的成本非常低，而且成功率非常高，也就是你乌克兰没有办法自证清白。乌克兰说你看俄军那儿就没有多少乌军的俘虏，特朗普说那是我让他放了，我给普京打的电话，让他不要包围消灭你们。那你说乌克兰怎么自证呢？哎，如果俄军那儿真有很多俘虏啊，乌军的俘虏，那特朗普也说了，你看我让他没有杀的。总之啊，这个功劳啊，这特朗普已经抢定了，这就是个商人的本色啊，便宜占购，就是无耻之徒啊。就是从这些小事啊，就可以看出特朗普这个人。如果在1个月前啊，我们把特朗普他的所作所为当做一种谈判策略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应该看清楚，他就是无耻，不是什么谈判策略。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对弱小那就是欺压，对这个强权，对普京那就是跪拜，就是跪着的。所以普京才会对吧？那么叫闲庭信步啊，游刃有余啊。我们再看看双方啊这个电话会谈的具体内容，就是这个克里姆林宫啊和白宫啊都公布了，我们看一看他们双方会谈的成果。首先一个啊，从双方的这个公布的内容看，普京啊一点情面都没留啊，直接就拒绝了，就是否决了30天无条件停火的提议，也就是事实否决啊。他口头上并没有说哎我不同意，但是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否决了。他是怎么否决的呢？他同意30天内俄乌双方暂停袭击对方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实际上这是停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普京选择性停火。第二个是然后在黑海上面实现逐步停火。现在美国如俄罗斯啊要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什么技术性谈判呢？实际上美国又得向俄罗斯让步啊，也就是我告诉啊，也就是要在博什普鲁士海峡或者要在黑海上面建立这个检查站，对所有进出黑海的开往乌克兰的货船要进行搜查有没有武器，哎，就这么简单，以防止停火期间啊大量的军事援助运往乌克兰。因为海运一旦让俄罗斯对吧参与在那检查，可以说啊援助乌克兰的这个走海路这个军事运输啊就全部要断掉。然后美国与俄罗斯将成立解决乌克兰问题联合专家小组啊，这个倒是很有必要啊。然后第四个是俄乌双方举行新一轮战俘交换进程，哎，也就是双方换战俘175人。刚才已经说了啊，你既然去年就已经包围了成千上万的这个乌克兰士兵，那你这次倒是换呢？我们假设俄罗斯的战俘营里面有上万的乌克兰战俘，或者说普通话，特朗普打了2个半小时，你才跟人家放175个，那不正也说明这个不给特朗普面子吗？特朗普怎么好意思吹呢？也就是这些人撒谎啊，他总会叫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只有2种情况，要么他战俘营里就没有那么多战俘，要么啊就是不给特朗普面子。第5个，普京表示，如果想要达成长期停火，乌克兰必须停止动员或者武装其部队，域外国家也必须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与情报共享。你看看啊，这一点说法和特朗普的说法就完全不一样。特朗普说普京没有跟他谈什么军事援助的事，人家克里姆林宫直接就说了啊，人家可不给你特朗普面子，直接就说了，要想停火就必须彻底的对乌克兰断绝这个军事援助以及情报共享。所以可以看出这个特朗普啊，就是满嘴跑火车，出卖乌克兰
的利益，完了他不承认。当然了，并不代表说特朗普就接受了啊，这些那是题外话呀，那是随后的事情。但是至少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撒谎，所以整个的1个半小时的双普会谈是以这个普京大获全胜，特朗普全面失败而结束的。我们看看双方的基础设施攻击这个对普京有利。实际上停止这个对能源基础设施袭击，实际上就是双方不要打对方的钱袋子。过去1年乌克兰用自己的自制的无人机，对吧？自制的这个导弹，轰炸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打的就是钱袋子。这个渐入佳境。我们得实话实说乌军的这个无人机，还有它的这个导航，它的性能越来越提高，打击的越来越准，打击效果越来越好。但是你肯定是比不过那个叫什么伊斯坎德尔导弹、巡航导弹，因为它的威力大呀，对吧？一颗给你打中了，你那整个的就废了。无人机的威力还是小。那么在过去2、3年里面，俄罗斯用它的导弹打击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基本上炸了个遍。也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已经打无可打，没什么高价值目标可以打了。能源基础设施也就是乌克兰要恢复还需要时间。也就是接下来俄罗斯再继续轰炸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效果已经越来越差，已经不值得了。但是这个乌克兰轰炸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对吧？这个效果是正在显现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同时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谁占便宜，对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俄爹占便宜。现在空中停火、海上停火正在，对吧？也就是说，特朗普跟普京谈的空中、海上、陆地这个全面停火普京是痛痛快快接受了空中停火，然后海上停火呢再谈。海上停火对普京也有利，但是普京要叫什么技术性的谈判，那就是他要检查，他要封锁，你禁止乌克兰利用这个恢复这个黑海航运正常化来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陆地的停火那还早着呢，要等到普京认为自己打不动了，占不着便宜了，他才同意。所以这次双普会谈这个电话结果大家一看就知道，就双方公布的这个结果来看，完全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完全按照普京的这个要求按照普京的利益在走，根本看不出特朗普什么对俄罗斯的强硬立场，对吧？也就充分的体现出这个特朗普对强权那是跪拜，对弱小那是各种欺凌，对吧？这个1个月前对待乌克兰、对待泽连斯基那种霸气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对吧？连30天无条件停火，普京根本就不鸟的。普京用接话法就把这个特朗普玩弄于股掌之上，耍得团团转。可以说普京把特朗普当小孩子耍，反过来让特朗普压乌克兰和欧洲屈服让步。这个普京没想到特朗普一上台以后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居然可以通过特朗普我只能说有可能有可能，对吧？在谈判桌上得到。你说这谁能想得到呢？普京打了3年没能拿下基辅，但是却拿下了华盛顿。就是我们不难想象这个在中东开展的这么领土谈判，那必然是以乌克兰丧失大量的领土为基础的。我们再看这个泽连斯基在这个双普会谈后他一个表态当地时间3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美俄官员在通话后发布信息称，当天的通话进行得非常顺利。然后这个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支持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提议，并表示希望与特朗普总统谈论特朗普与普京的会谈。泽连斯基表示所有和平谈判都必须完全透明，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在谈论什么，细节是什么。我认为没有乌克兰谈判毫无意义。泽连斯基还强调称这不是普京一个人说了算的游戏。大家看视频Це та гра, в якій диктує правила виключно Путін. І я думаю, що допомога буде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сь. Ми маємо допомогу як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так маємо допомогу наших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колег. Ми на постійному зв'язку. Я впевнений в тому, що ніякої зради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не буде і допомога буде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Будемо підтримувати будь-які пропозиції, які ведуть до сталого і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миру. Але для цього ми повинні розуміти, про що йдеться, які деталі. І дай Бог, щоб ми знали всі ці деталі, щоб партнери проговорили з нами, тому що в цій війні дві сторони – Росія і Україна. І без України домовлятись,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безрезультативно.泽连斯基还说我们乌克兰
不是一道菜。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梅德韦杰夫说啊，餐厅里只有2个人，就是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美国。你看狂妄至极啊，剩下都是菜。到现在为止啊，我还没有看到欧洲国家这些领导人、这些政客的表态。我估计啊，他们对特朗普应该也是失望至极啊，他们也应该知道指望特朗普那只能是损害欧洲利益。所以说来说去啊，欧洲如果想要保护自己啊，只能依靠自己，打铁还靠自身硬啊。欧洲这个时候不能再嘴炮了，应该抓住特朗普在出卖乌克兰的这个过程中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个特朗普啊，他出卖乌克兰，他有利的一面是他拖延了时间呢，也就是你欧洲应该抓住这个窗口时间，也尽快武装起来，对吧？对特朗普出卖乌克兰的这些条件协议，到时候绝不承认，不能坐以待毙啊。那现在就要武装，要快马加鞭呢，要援助乌克兰，对吧？英法联军要尽快进入乌克兰，对吧？不管特朗普是怎么出卖乌克兰，但是客观上啊，也起到了这个拖延的作用。那这个欧洲人呢，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不能再在那儿开会，对吧？有言论没有行动，还指望特朗普，对吧？黄花菜都凉了。不过啊，这个双普会谈也让全世界其他国家逐渐啊，就进一步的认清了特朗普这个小团伙的嘴脸。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